好啦，講籃球講 NBA，所以你見到我咧着件啲 Puma 嘅籃球背心。咁啲細路仔咧中意咧籃球多過足球喎，聽講。咁今晚都要講下籃球啦。嗱，你首先講呢個排名先啦。如果你喺西區咧 ，OKC 仍然第一嚇，Lakers 上第二嚇。而東區咧仍然係 Pistons 活塞第一，咁就 Raptors 咧就第二啦。變化其實唔係好大嘅嚇，或者 Raptors Lakers 可能會追到上嚟都唔定㗎，唔知嘅呢分鐘。其他籃球嘅新聞可能就係 Steph Curry 就繼續試唔同牌子嘅鞋咯嚇，佢有着到啲 Jordan 出嚟咯，佢好似有着個李寧嘅，有着個 Puma Heady One 嘅阿 Steph 阿 Curry 哥咁係咯。但係你喺真實個世界，你其實會唔會真係着啲比賽鞋行街咧嚇？其實機會唔係好大。咁你會着咩鞋咧？如果籃球鞋，出街着嘅 casual 咁着，可能有啲 Air Force One 啊，即係 Nike Air Force One 啊，Nike Dunk 啊，啲 Jordan 就貴啲咪 Jordan 或者可能有 Puma 可能又係 Suede 嗰啲啦，或者而家有 Majesty 咯。當然有啲可能着跑鞋啦，但係如果籃球鞋就係依啲咯嚇。Adidas 都有啲嘅係咯。咁熱咧，而家咧我都喺街見到鬼佬會着嗰啲嘅籃球嘅 jersey、籃球波衫、背心咁樣出街，踢住對拖鞋咁樣熱啊嘛，佢哋都會咁着嘅鬼佬。係咯，即係如果你想知多啲籃球嘅嘢，咁我可以喺度講下咯。講咁多先啦。